不過我好驚種植嗰啲牙嘅剝牙嗰啲，我覺得好麻煩，後尾冇理佢。我们从片子上能看得到，李雪燕她缺的牙比较多，左边上面也缺，右边下面上下都缺了牙，还有一些牙它坏了，做了根管治疗。所以我们今天因为她的牙齿缺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她的骨头萎缩就比较多，所以她没有及时做。但现在还好，她能够来种植。如果缺得再久，她可能骨頭繼續萎縮，可能就種不了了。有少少蛀牙啦，後尾有去補牙嘅，後尾又冇去理佢，後尾諗住會自己弄口乜嘢會好啊嘛，冇諗過係會越嚟越嚴重。啲爛牙係呢排先開始嚴重咯，有2隻係剝咗噶啦，今日呢1隻就係冇剝到嘅，剝完即種嗰隻咯，而家一啲都唔同，冇諗過係咁簡單嘅，幾分鐘就搞掂。技術真係好好咯，我覺得。我妹介紹咗好多人過嚟咯，佢老爺啊，我爸啊，佢自己啦，而家同埋我咯。我妹之前佢自己係隻牙都係有少少爛嘅，後尾就過嚟呢度整完後尾就話覺得呢度 OK 喎，服務又好啊，荔園嗰啲都 OK 嘅，非常之好。